华视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云林的岛南有一间开30多年的艺品店，因所代工的文创笔甲珠宝盆，伫地方一直拢有真好的名声。也毋过老头家社联村有贿赂，恐惊这个功夫无人传承。加在伊后生阁有趣味，大学毕业了后专心来投入创造无同的产品，嘛互这门技术继续流传落去。 茶苦一个较好，三两个手，一支文创笔就车好啊！伫岛南镇内这间木雕艺品店，因为加工制作文创笔、珠宝盆，形体水，品质阁好，伫地方真有名，甚至有外县市的人客专工找因做加工。 特色就是形体甲人无共款，比人较济。哦，佮第二点就是讲，我做的物件比人较精致。虽然讲是人拢学到的技术，也毋过毕竟这是较传统的行业，共款拄到传承的问题。这个第二代社正英自细汉看较大汉，伊无希望这个技术失传，所以讲大学毕业后，一路开始接手。我会想要回来这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他。 就是也不想让爸爸就是那么辛苦，然后为了这个技术而失传，然后回来承接这个行业。老技术和少年人来做，伫个做法上难免有淡薄仔冲突，不过因为伊是有设计，会使将较新的想法结合伫作品内面，互伊的作品有全新的风貌。那我们就是把广告设计、文创东西结合在现代的生活化。 其实无共款世代，乃使好好交流，尊重对方的专业，相信这老技术唔乃使保留落来，未来嘛有可能有更较多元的发展。台南组镇。